我来看民进党罢免失败了后，立法院党团的干部一个来请示。根据着平面媒体报道，讲这一年来，民进党的立委甲总调郭建明历经这议题冲突不断，情绪累积到最后总算爆发，甚至立委郭国文伫某一届的党团大会，甲郭建明有言语的冲突。郭国文讲，基层对政策是真热心，但是党团也是坚持对立的路线，伊才会情绪爆发。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招事权吗？面对提问，总统罗清德悄悄点头无回应。大罢免失败了后，唔拿雷个启动改组，民进党团五长也拢表态无要继续做。根据周刊的报道，8月罗清德伫拜三中常会之前，扩大召开高层的会议。8月初六头一届邀请7个干部做会参加，听讲都是要落权，将总调郭建明的权力到我手上来。都很跳跃的解读，能够扩大到7长，我真的是非常的乐见。我也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党团意见的传达。吴思瑶和跳出来解说。也毋过听讲，真侪立委伫党团的会议讲地方民意拢支持破坏现金，尤其受到关税、防灾等等议题打击，若无破坏现金，会有真大压力。现场也有人建议，互行政院提修正案解决危险的问题。也毋过郭总调听了，所强调无应该破坏现金，互郭国文气甲当场甲叫。我是有表示不满，我就脱口而出讲出了那些话。可是当路线错误的时候，该检讨的时候，我认为作为党团成员之一，我该说的我也要说。党团的干部选择立委支持破坏现金，虽然郭建明也未放弃，讲家己老帮老各一步屠刀。也毋过落尾破坏现金的代志定案，听讲有另外立委不满提案权受到党团的限制，这侪负面的事件也关系到郭建明总调的位是不是搁在在？民进党不会是一言堂，我们一定会让大家都有发言发声的机会。各界也点名有做过两届的副院长的蔡其昌接任总调，或者是苏家辉接任干事长，不过当事人暂时拢无回应。要安怎调整党内改革的脚步，将做立营目前的首要课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